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0年10月31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07篇第1节到第7节，13到37节，约书亚记第2章15到24节，马太福音23章13到28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是照安尼来行。伫新的诫命讲，恁若彼此相疼，这人就要因为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。会通讲是信仰的行动派，也是讲一种的实践能力。因为耶稣基督明白交代咱，着爱照安尼行。因为新的诫命讲到的就是爱疼上帝。第二个就是爱疼人，咱若准是会当照安尼行，就有好的信仰见证。诫命是照安尼行的一个基准、标准，也是讲原则啦吼。好，咱亲像迄个交通法则共款，这是要互经过考试取得驾照的人照安尼来行。绝对毋是为着要考试尔定，也毋是为着参考用的尔定。上帝透过摩西，互以色列这个出埃及的以色列人，才会改命。但是因却无要照安尼行，因家己做金牛，做偶像。因此，咱伫迄个出埃及记的记载中间看到。摩西将这个10条诫的法版，迄个石板，甲伊弹掉，甲讲互破。咱伫出来记32章19节的经文看到，当摩西行近这个营地的时阵，看见迄个牛的上甲跳舞的人群，伊挡袂牢，就大生气，就伫迄个山骹将大落来这2块石板摔伫个涂骹，摔破去。为什么？照讲，摩西伫山顶将这个石板10条诫摕落来，是要互以色列人遵守，是安怎要甲摔互破？因为根据出埃及记32章16节的记载，这个石板是上帝亲自雕刻交互摩西的。但是以色列人却选择家己去做一项上帝无欢喜的代志。像是咱之前咧讲，诫命是要来规范以色列人因的性命甲行为，是要用来提醒以色列人应该着爱好好来疼上帝甲疼人。因此，摔歹这个石板有几个无共款的意义，咱会通知。当然，咱看见圣经讲摩西会大生气，然后佫看到摩西佫即摆去山顶的时阵。伊伫遐求赦免，因为上帝生气。诫命毋是好看，既然以色列人无要遵守，所以伊就甲废掉。这废掉的意思是啥物货？用咱现代的一种话啊，叫做打掉重练吼，我感觉真符合啦吼。意思讲，这个石板10条诫甲拍破了后。重新摩西佫去山顶，佫重新甲上帝伫遐来求怜悯，伫遐建立关系，重新来，伫遐佫重新来恳求上帝的赦免，然后佫重新来领受新的诫命。所以这是一个重新立约的一个过程，拍破。转去到上帝面头前，恳求赦免，然后重新立约。咱看见约书亚记第2章记载，约书亚所派出2个探仔，因秘到伫迄个耶利哥城迄个一个妓女的家庭内底。咱主角看迄个记载，有2个照安尼行的吼，就是讲拄头去啥物咧逼的时，因完全照。这个妇人人甲因讲的话，伫遐来秘条的，秘伫这个城内，
等士兵安尼拢总抄了后找无了后，因脱离迄个危险才离开。搁同时阵伫个后壁，即两个探仔要离开的时阵，甲即个负责人交代，等于伊说人军队若入来时，恁着爱安怎做，安怎做，安怎做。因为因甲即个负责人讲，阮一定会坚守你叫阮守即个纸，但你必须爱照阮的话做。当阮占领恁的土地的时阵，恁着爱将一条红绳啊绑伫你放阮逃走的迄个桶啊顶悬。你要将你的爸母、兄弟甲你老爸全家拢集合伫你的厝呢。如果若有人行出即个厝，伊被抬是家己的错，毋是阮的错。如果有人伫恁的厝受害，罪就归伫阮。若是恁泄露阮的秘密，阮就无要对恁来收即个所守的纸。真简单来讲，就是讲，即个探仔甲即个负责人讲吼，照安尼做，照阮所交代你的去做，就会得救。你若无要照安尼做吼，你着爱家己负迄个责任啦吼。咱甲上帝的关系约定其实嘛是安尼。前几工伫阮所住的附近的山区发生大火，就有即种强制撤退的一个命令吼。即个命令的颁布嘛是安尼，咱知影有一寡人就出来走，可能有一寡人讲无烧着阮兜仔啦吼。但是伫救咱的原则甲撤退令，因伫思考有因专业的考虑。除了火势、风势，搁有即个即个烧了的即个烟所热含的地区等等，甚至因要规个封社区、封路，好通来救火，有遮个原因。但是若无照即个命令撤退令来撤退的时阵，一切的后果着爱自行来负责。我想迄甲约书亚书咧讲的共款啦吼。咱著看伫新约今仔日的经文，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因嘛是安尼，因是一群毋是真心要遵守上帝诫命的人，因无伫遐遵守听上帝甲听人的原则，含别人要追求迄救恩进入天国，因也阻挡。耶稣基督回答迄位来问，要安怎得到永生？迄个官伊讲吼，你还佫欠一项，就是变卖一切所有的，分互送养人，就要伫有财宝伫天顶。你要爱佫来跟对我，这是伫路加福音18章22节。意思就是讲，你若照安尼行，就会当承受永生啦。但是咱通常拢较侪批评，超越过这个实践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0年10月3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7篇第1节到第7节，33到37节，约书亚记第2章第15到24节，马太福音第23章13到2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照这样行。新的诫命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众人就因此知道你们是我的学生。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信仰的行动派，也就是说一个实践能力。因为耶稣基督明白的交代我们要照这样行。因为新的诫命里面谈到的就是要爱上帝，又要爱人。如果照这样的行的话，我们就会有好的信仰见证。诫命呢是照这样行的一个基准跟原则，就如同交通法规一样，是要给经过考试取得驾照的人来照这样行，绝不是为了考试而用。
更不是为了参考来用的。上帝透过摩西给这一群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的诫命里面呢，其实就是这种的要求，但是他们并不是愿意照这样行，他们仍然为了自己造了偶像。因此我们在出埃及记的记载里面呢，看到了摩西将10诫的法版给重重的摔坏了。在出埃及记的32章第19节这样说道：摩西走进营地的时候，看见了牛像和跳舞的人群，禁不住的大怒，就在山脚下把带来的2块石板摔在地上，摔碎了。为什么要摔在地上摔碎了？我们可能会想说，出埃及记32章16节说这个块石板是上帝亲自雕刻给摩西的啊，那为什么要摔破？这个摔破其实另外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他们不守法嘛，不守法就没有用嘛，没有用，留着跟摔坏其实是一样的意思。不过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摔坏这石板有其他更深的意义了哈。以色列人选择自己的路去做上帝不喜欢的事情，所以这个石板坏掉了。我们说石板这个10诫是一个约是一个约。这个上帝是他刻了这个石板交给了摩西。那从这个角度我们要来看摩西摔破石板几个不同的意义。当然第一个是摩西生气，他大怒他不在的时候，以色列人特别是跟他的哥哥也一起犯错然后呢，我们也看到上帝的怒气。圣经没有明写，可是我们看到后面摩西再次上到山上去的时候是求赦免，所以我们知道上帝不高兴嘛诫命不是好看而已那2块石板刻得很漂亮不是这样子但是既然以色列人不遵守，就废掉。那废掉就是跟上帝的关系坏掉了。现在有一句话可以蛮适切的来形容这个情形，这个叫做打掉重练。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要重新的建立。所以我们看到后面的记载，摩西再一次回到山上，他为了以色列人得罪上帝来恳求上帝的饶恕，然后呢再重新跟上帝建立关系，重新领受诫命，所以再刻一副。我们说重新立约。我们看到约书亚第2章，约书亚记的第2章记载了约书亚所差派的2个探子到了这个耶利哥城，然后这个有一位妓女来帮助他们，让他们免除被抓的命运。我们昨天有讲到这个前提那这里面有2个不同角度的照这样行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这2个探子是在逃难，所以他们是需要被帮助着。那这个妇女就告诉他们说，你要怎么躲这样不要乱动，所以可以躲过士兵的全程的搜索，然后没找到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安全了。所以他们要照这位妇女所说的来做，这是第一个。当这个危险一过的时候呢，这2个探子就交代这位妇女呢，在以色列军队进入城里的时候要有一个做法。他们这样说，我们一定坚守你叫我们发的誓，但你必须照我们的话做。我们占领你们土地的时候，你要把这条红绳子绑在你放我们逃走的那个窗户上。你要把你父母、兄弟和你父亲全家都集合在你家里。如果有人走出这屋子，他被杀是自己的错，不是我们的错。如果有人在你家里受害，罪就归我们。要是你泄露我们的秘密，我们就
不必持守对你发的誓。简单的说是探子告诉这位妇女说，我们这样告诉你，你要怎么做，你照这样行就必得救。若不照这样行，就要自己负责任啊。简单来讲是这样子。其实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约定也是如此。前几天我们这附近的山区呢，发生了山区大火，那就有所谓的强制撤离令就出现了哈。那有些人就是不喜欢离开嘛哈。那尽管有人说我又没有烧到我们家啊，但是在救难的原则以及这个撤离令呢，一定有它的专业的考虑。除了火势啊、风势，还有这个烟雾啊、遮盖啊，甚至有可能是为了要救援，所以封路把社区封起来，他们好做事等等的因素。但是一个很清楚的原则就是，当我们不遵行这个撤离令的时候，一切的后果必须要自行负责，就像约书亚记的记载一样。我们看到马太福音法利赛人跟经学士呢，他们就是这样子的，他们不喜欢遵守上帝的诫命，但是又喜欢去要求别人。他们不遵守诫命，真正的爱上帝，又真正的爱人，连别人想要追求救恩，他们也阻止不要让人家进入天国。耶稣基督回答那一位来问如何得永生的年轻的官，他说：“你还缺一件事情。”就是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这是路加福音18章22节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按照这样做，你就可以得永生了啦。但是很可惜的，我们通常是批判多于实践。